外这件发生伫苗栗，啉酒开车逆向弄红灯，结果共弄到2个咧等红灯的机车的骑士，一个是70岁的太太，身躯有骨啊位的骨头拢断去；另外一个61岁的骑士经跳开受到轻伤。这个车祸的现场惊险万分。哦，这台逆向这台啊。 下班的尖峰时间，看正平，远的所在有一台轿车开正向向路口一直冲过来，对向咧等红灯的机车骑士，现看唔对啊，拢赶紧闪开。哇，整个，哇，天哪！轿车完全拢无减速，像咧拍保龄球共款，直接从弄来，骑机车70岁妇人人，几人互弄一个飞去。另外一位61岁骑士赶紧跳开，只有受到轻伤。这个画面，互现场看到的民众拢惊到。 救护车赶到现场，被弄受伤的妇人人全身有几只拢骨折，左大腿跟那个小腿跟脚踝，然后还有左肩膀跟手肘都是变形，还疑似骨折。不只是2名骑士被弄受伤，另外嘛去弄到2台车，好在再受害驾驶无受伤。他自己是说他晃神啊，经酒测值为0.47。 驾驶被警方以公共危险现行犯移送法办。虽然政府一再强调袂使啉酒开车，不过也是有人违规，无要守法。